萬眾期待嘅深圳灣萬象城2期終於開幕啦！佢係一個融合藝術、高端生活、城市綠洲同埋體驗感嘅綜合空間。空中連廊連接深圳灣文化廣場，另一邊一直到海岸城、後海匯同人才公園，2公里嘅長廊將深圳灣最精彩嘅地段貫穿一齊。華潤真係好犀利啊！今次除咗會介紹萬象城2期之外呢，仲會重點介紹 B1 層同埋一啲特色嘅店鋪，最後會推介行街嘅路線，因為萬象城實在太大啦，大家準備好同我一齊橫逛街未呢？精彩內容盡在余夫人 Channel。人人都等到頸都長嘅萬象城第2期終於嚟啦！今次我仲花咗2日嘅時間行萬象城，呢條片會好詳細咁介紹建築特色同埋每個區域嘅鋪頭，以及華南手店俾大家，保證大家睇完之後就好似行完萬象城一樣。Sorry 啊，今次遲咗出，因為今次實在要準備太多嘅內容啦，都花咗我幾日嘅時間去整理。未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未訂閱我嘅，請訂閱余夫人，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呢條影片俾身邊嘅朋友啦。深圳有咁多新商場開幕，點解唯獨大家對萬象城咁重視？究竟佢有啲咩咁犀利？對深圳將來發展有啲咩嘅影響力？簡單介紹一下先。萬象城2期喺2025年9月30號開幕，建築面積有28萬平方米，引入接近300家全新嘅品牌，其中超過120家係首進嘅品牌啊！一個商場連接咗3條嘅地鐵線，有幾個地鐵站一出就係萬象城啦，搞到呢個地鐵站好似為佢特登而設一樣。究竟點解話佢咁厲害呢？無論係深圳灣萬象城、人才公園、文化廣場、春筍、春繭體育館、酒店、寫字樓，呢一片深圳最貴嘅地段，全部都係華潤喺度做緊。佢係深圳灣後海呢2.26平方公里嘅總營運商。自從喺2008年喺後海建設咗春繭體育館之後，好快就做到全國收入第1啦。之後再建咗春筍呢個城市地標，打造一個高端嘅小社區。華潤由一個房地產商轉型成為一個城市嘅運營商。大家有冇發現到後海呢度其實好多地方都喺度建設緊？睇下呢度係咪好似韓國嘅清溪川呢？究竟華潤會將後海推上點樣嘅高度？值得令人拭目以待。講完華潤嘅犀利之處，不如講下萬象城嘅建築特色。呢個連接文化廣場嘅弧形連橋，同鄰近嘅春筍輪廓，以及圓形嘅下沉廣場相輔相成，令到橋身更加有動感同埋輕薄。另一個好有特色嘅就係 D 區嘅 B1 中庭，呢個室內嘅線形結構令人印象深刻，同時有一種好似喺教堂嘅神聖感，簡約得嚟又好前衛。佢亦用咗3廊5院嘅建築形態，打破傳統商場嘅封閉空間格局，令消費者可以喺唔同嘅商業、文化同休閒嘅區域任意通行，滿足消費者對於多元化、沉浸式購物同埋休閒體驗嘅需要。喺 B 區有一個 Wave 廣場，夜晚有幾場嘅表演，由荷里活特效團隊以深圳灣嘅水幕為幕布，帶嚟電影級嘅沉浸式水影光影 show。余夫人國慶都去咗2次啊，每次睇呢個 show 都覺得好震撼。至於 C 區呢，有一個巨型嘅水幕廣場，夜晚會有唱歌表演或者係演講。而 C 區嘅 B1 層呢，有4條嘅光影立柱，好似置身喺海洋一樣，唔買嘢都可以過嚟影下相打下卡。而家萬象城1、2期正進行緊藝術季，展出馬蒂斯藝術之類嘅作品，有幾個打卡位都好出片㗎。第一個就係位於 A 區嘅大珍珠耳環的 Luna， 如果大家嚟到春筍草坪呢，就會見到佢㗎喇。另外仲有6米高嘅舞蹈裝置，12米高嘅巨型貓咪，同埋藝術家嘅會客廳等等。而英國傳奇攝影師馬丁帕爾首次喺華南地區舉行展覽，會以11個重要嘅系列為核心，呈現400幅跨越50年攝影生涯嘅作品。大家可以喺微信度免費登記入場。
講完萬象城嘅犀利之處同埋建築特色之後，而家就講下樓層介紹同埋店鋪嘅分佈。二期一共有8.7萬平方米，由多個小盒子組成開放式嘅街區，分為 B、C、D 3個區域。原本一期呢就變成 A 區啦，喺 B 一層將1、2期完全打通。而後海站嘅13號線嘅 K1、K2 出口可以直達2期嘅 C 區。呢個商場嘅動線呢係呈 L 型嘅。一期我哋就唔多介紹啦，主要就會介紹2期。首先我哋睇下 B 一層嘅餐飲，打星星嗰啲呢就係比較受歡迎嘅鋪頭，例如有樓下酸奶、10米千金等等。假若2期揾唔到你想食嘅餐廳，都可以去返1期嗰邊。喺1期仍然有唔少嘅選擇，總有一間啱你。至於生活方式類，打星星嗰幾間係必行㗎，例如有 Sunday Home、Nico and、Pop Mart、Sanyo、番茄口袋等等，有好多嘅美妝品牌即將喺2期開業，到時唔好錯過佢哋嘅開業活動啦。嚟到服裝類 ，B1 增加咗唔少嘅品牌，尤其是引進好多嘅輕車品牌，彌補到1期只有高端品牌嘅不足。另外 CD 區嘅1、2層將會有好多嘅高端品牌同埋運動戶外品牌進駐，而家有好多都圍咗板裝修緊，華潤嘅招商能力真係好強啊！喺2樓呢都有唔少嘅餐飲，例如玩肉之謎、Kiwi 等等。最後3、4樓呢有呢啲嘅品牌。好啦，介紹咗咁耐，大家應該對萬象城有初步嘅認識，而家就開始雲逛街嘅部分。首先我哋會去 B 一層嘅 B、C、D 區。交通方面，大家可以喺深圳灣口岸或者福田口岸搭地鐵過嚟，大約半個鐘左右就到㗎啦。建議大家可以選擇 K1 或者 K2 出口，可以直通商場嘅 C 區。一嚟到呢，就見到一個好靚嘅 Wave 廣場，有好多人喺呢度打卡影相。你睇下小朋友玩得幾開心。圍住廣場嘅外圍有一啲餐廳同埋 coffee shop。Tea Stone 呢就係專門飲茶嘅，喺呢度可以享受一下慢生活。除咗嘆茶之外，仲有唔少嘅周邊商品賣。商場竟然招嚟亞洲50強嘅鐵手咖啡店，唔使去到北京都可以飲到胡同咖啡啦。必點嘅就係開心果 Dirty 同埋維也納咖啡，當然啦，同北京就冇得比噶啦。不過大家都可以過嚟試一試。另一間要推介嘅就係拓足科技啦，之前佢哋一路都係做線上，首家嘅線下店就開咗萬象城嘅2期，俾大家參考一下打印出嚟嘅作品先。佢哋全部都係用機器一步一步做出嚟，其實呢啲機器都好平啊，3000零蚊就買到部，貴就貴在喺材料嗰度啦。最啱帶小朋友過嚟，又可以學 3D 打印技術，仲可以喺度玩添。呢間係專門賣定製 keyboard， 有好多嘅款式選擇。唔驚同人撞款啊！至於 A 區嗰邊，其實有幾間都想介紹一下，例如呢間嘅 Five Mat， 好多人專門喺度買嘢飲打卡，睇住佢整飲品嘅過程都幾療癒。但係聽網上嘅 feedback 話呢杯嘢好難飲啊，係好困難咁飲。另外就係呢間嘅散心，我見到有唔少嘅港人都會入去買潮汕嘅甜品，有機會我都想試下。呢間麵包鋪都幾特別，因為佢有賣 croissant 嘅生日蛋糕，非常巨型啊，仲有一個細少少嘅。好啦，而家我哋繼續向 B、C、D 區嘅方向出發。幾特別嘅就係呢度無啦有一間免費入場嘅小型藝術館，我當然唔執輸要入去睇下啦。余夫人最中意就係呢一個嘅人馬作品啊！真係靚到爆！呢度分咗3條唔同嘅路線，左邊嗰條呢主要係賣衫嘅鋪頭，中間嗰條有唔少嘅 coffee shop 同埋餐廳，而右邊呢就係通向 A 區嘅。B、C 區進駐唔少嘅輕車服裝品牌，帶大家睇下幾間比較有特色嘅鋪頭啦，有 Jason Wu 啦、Angle 啦，冇諗過呢度都有老佛爺嘅服裝店，仲有呢間嘅 Repetto。余夫人以前都做過呢個牌子嘅採購，都入過好多嘅芭蕾舞鞋噶。中間嗰條走廊就會見到知名嘅 Blue Bottle， 亦都係深圳第3家嘅分店，當然要嚟打下卡啦。對面有一間山本屋，佢係百年手打烏冬店。你睇下呢2位師傅幾有魄力，非常賣力咁製作烏冬啊！有機會真係要過嚟試下。而呢一間呢係食
餃子嘅，價錢都唔算貴喎。呢間鋪頭專賣高級嘅廚具，隔籬呢間鋪頭呢係賣裝飾品噶，每一件都好似藝術品咁靚。對面係賣絲巾同埋一啲賣按摩用品店，行到攰仲可以過嚟呢度食雪糕添。哇！呢間係咩嚟噶？哦，原來係賣香水噶。最特別就係佢嘅香水蓋係石頭嚟噶，而且味道都唔差。當顧客買完之後，可以喺呢度揀一粒自己中意嘅石頭做蓋。我哋而家嚟到熊仔店，呢間鋪頭嘅衫非常有趣啊，每一件呢都有熊仔喺度。不過嚟呢度唔只係買衫咁簡單，最重要就係買呢杯嘅飲品啊！好多人為咗佢而特登過嚟呢度打卡。行咗咁耐都有啲肚餓啦，決定嚟呢家嘅東京醬油拉麵店食 M9 和牛。佢亦都係中國首家嘅拉麵店。幫大家試完，啲牛肉的確唔錯，可以過嚟試一試。我哋繼續向前行，呢度都有唔少嘅指示牌。今日發現商場有唔少人都帶咗狗狗一齊去行街。上網聽人講夜手趴有花送，我哋都過去打個卡，拎朵花先。隔籬就會見到呢間專賣阿根廷線香嘅鋪頭，漁夫人都好中意點線香，喺屋企分一分咧，人都精神啲。呢度咁多人嘅，哦，原來有免費嘅 YSL 嘅體驗裝。行下就嚟到 C 區嘅呢一個區域，呢度有幾間都係華南嘅手店，例如 Sunday Home，入面賣好多好得意嘅家居用品，全部都係迪士尼限定。好似入咗卡通魔法世界咁，影相打卡真係一流啊！至於 Nico and 係一家日本品牌，整體係日式簡約再加復古風，深受年輕人嘅歡迎。C 區人氣最旺一定係 Pop Mart 啦，我都要入去朝聖一下，睇下搵唔搵到 Labubu 先。呢度都有唔少 Labubu 嘅盲盒喎，最後忍唔住買咗2個，耶，抽中咗啦！另一個就抽到密封版嘅 Cry Baby。Sunday Home 嘅隔籬就係後海站嘅 K2 出口。我哋而家嚟到 D 區，呢度嘅人流都好多，有唔少嘅餐廳同埋茶飲店，例如天天嘅天婦羅專門店，隔籬有拉馬狗嘅和牛船店。呢度仲有一間華潤嘅超市，樓下酸奶係一家好出名嘅網紅店。由於人太多啦，決定下次再過嚟試下。而佢嘅隔籬就係10米千金啦，有一個透明櫥窗可以睇到裏面整麻薯嘅過程，睇落去都好似幾好食咁。呢度有一間嘅 DJI 專門店，仲有好多賣公仔嘅鋪頭，花花盆栽真係好得意啊！Bow Living 買好多 Jellycat 嘅公仔，太多款啦，究竟買邊隻好呢？而 D 區最多人呢，當然就係 Sanrio 啦，出面排咗一條好長嘅隊。但係咧，等咗5分鐘就可以入去噶啦。Sanrio迷咧一定要過去朝聖，離遠就見到蕉內，開業期間仲有真蕉送添。我覺得呢度最有特色就係個天花板啊，睇得出呢度嘅建築花咗唔少嘅心機。近地鐵站出口咧有一間嘅番茄口袋，同埋一間用石做主題嘅喜茶。喺 C 區嘅 B1 層出面呢，有一間嘅Gaga。同埋有唔少嘅食肆。行完商場嘅室內，我哋行下戶外啦。CD 區將會有好多嘅品牌進駐，不過而家仲喺度裝修緊，希望佢哋快啲開業啦。我哋嚟到2樓有一間嘅玩肉之米，冇諗過唔使去日本都可以喺深圳食得到。呢一層呢，仲有好多嘅餐飲店，例如 Kiwi， 仲有 Greek Coffee。你睇入面人山人海，非常熱鬧啊！下次都想試下呢杯嘅鹹鴛鴦。隔籬就係禮口茶室，呢間嘅人流都好多。如果有觀眾試過，話俾我聽究竟好唔好飲啦。喺街區嘅1樓有一個噴水池，唔少嘅小朋友都喺度玩水。附近亦都有好多嘅 coffee shop， 仲有呢間嘅鄭西龍，我都揾咗好耐先揾到呢間鋪頭。聽講佢哋嘅泰奶好好飲，試咗真係唔錯喎，大家有機會一定要過嚟試試。夜晚呢度有唔少嘅表演，今晚就有人喺呢度唱歌啦，氣氛非常之好啊！臨走前我哋睇埋呢個未來之夢嘅水景光影 show 先離開。荷里活製作團隊真係好犀利，非常值得睇嘅一個表演，為今次行街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。最後嘅建議逛街路線呢，就係先去打卡，
再去博物館，跟住就行 B、C、D 區。如果肚餓呢，就可以去 D 區或者係 A 區度食嘢。行到攰可以去唔同嘅 coffee shop 飲嘢，又或者去下層嘅庭園休息一下。呢度有好多手進嘅品牌，真係行幾次都試唔晒，永遠都有新鮮感。暫時深圳灣萬象城呢係我嘅深圳商場嘅 top 3，余夫人非常之中意。連續行完2日真係有啲攰啊！希望大家中意我呢個嘔心瀝血嘅分享啊！下次再分享更多更豐富嘅資訊俾大家。拜拜，下次再見啦！希望大家中意我分享啦，如果中意就俾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余夫人 channel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